繼續投入激情了。好啦，下半場嘅比賽開始啦。沙田堂呢以0-2落後緊俾堅樂堂啊。咁呢就半場未有調動噶，沙田堂呢繼續係用翻上半場嗰7位正選呢繼續去比賽。不過睇到呢就係自從落後2球開始咧，羅雞打翻落少少嘅一個防守中場嘅位置，咁其餘位置都冇乜大變化嘅。好，羅雞呢一下放過右手邊何鴨，自己去，唔係俾翻中間阿 Lam， 再交翻後羅雞，會唔會轉邊啊？有啦，中間有阿傑後上啦，再俾落去卓榮嚟同阿 Lam 做個撞牆，有冇機會起腳啊？嚟個傳中呢，不過俾對方龍門呢就封咗位攞咗呢球。跟住見到堅樂堂嘅進攻啊，14個球員啊，上半場入咗1球啊，呢球放個長傳落嚟，對方攞定，轉唔轉到身起埋腳，哇！不過呢就抽高咗沙田堂嘅死球。好，跟住見到都係沙田堂嘅波啊，抌翻出嚟，卓榮喺中場位置左邊開始加速咯。好，吸一吸，俾翻落去阿 Lam， 再會唔會俾啦？睇定啲先，一扣過，俾落去羅雞，褪出嚟，轉身射埋，哇！精彩啊！羅雞一個同阿 Lam 好靚嘅配合。睇到呢下半場好快嘅時間，初段呢羅雞就為沙田堂呢追成1-2較接近嘅紀錄啦，即刻都執翻個波出嚟，快啲開波啊！我哋睇下慢鏡，嗱阿 Lam 第一時間冇俾㗎，吸一吸先，吸過咗對方8號球員，見到羅雞空晒俾落去，羅雞見到一推，對方龍門已經瞓低咗啦，咁羅雞轉身再射呢，射去遠處，見到羅雞都即刻喺跪喺地下度啊，祈禱啊！咁啊，沙田堂呢追翻一個較接近嘅紀錄。咁跟住落嚟有個換人嘅調動啦，就係阿志豪呢就換阿生蠔啦。咁應該係志豪去打個中堅嘅位置。咁阿志豪喺第一場嘅比賽都有出場啊，表現係非常之好噶。咁好啊，跟住睇到堅樂堂嘅波，俾翻落去中堅位置，再過嚟中場波，羅雞搶翻。卓榮再俾羅雞，不過對方搶先一步攞咗個波啊！喺中場打得好快，咦，哇！羅雞有少少擋到人喎，好似咁球證出咗犯規，哇！不過羅雞小心啊，因為攞咗張黃牌。好，呢個時候何鴨就換雞行啊！咁啊，雞行應該係第2次啊上陣啦，打右後衞嘅位置。好，呢球羅雞，哇！喺禁區被侵犯喎，球證有冇吹12碼、吹9碼？有啊，仲俾咗面黃牌添啊！對方嘅球員見到羅雞喺右路好快咁帶入禁區，準備起腳嘅時間呢，應該想做假動作一級嘅時候呢，就搏到對方呢踢跌佢，咁就搏到12碼。嗱，沙田堂有個大好機會去追平啊！邊一個去主射呢？呢一球嗱，見到卓榮擺低個波，會唔會係卓榮主射？應該係啦。咁呢幾年沙田堂嘅比賽呢，12碼多數都係卓榮主射，咁應該都好有信心啊！卓榮嗱，我低細數壓力，睇下呢球射埋去，哇！龍門捉錯路啊！好，羅雞同埋卓榮呢都入咗波之後一齊祈禱啊！沙田堂好快就追成2-2平手啦，下半場仲有好多時間嘅呢個時候，我哋睇下呢個12碼卓榮處理成點啊！一射埋去嘅時候，哇！對方龍門好快喐咗啦。其實卓榮未埋到去，佢已經移咗身位啊，所以卓榮就射另一邊啦。好，沙田堂追成2-2平手。呢個時候再作多調動啦，阿 Lam 呢就換梁九啊。咁梁九喺第一場都係正選上陣，仲攞到一個入球嘅。咁呢個時候沙田堂梗係諗住要反勝啦，1分都係唔足夠。好，呢球雞行埋去波，而作平喺高球區，都係對方嘅角球。好，對方開埋中間，阿超接晒啦，位置咁非常之好，阿超。咁其實上半場失2球都唔能夠怪阿超，因為對方2個處理都係非常之好噶。我呢球睇到，哇，悲慘啊對面！好彩梁九呢就起翻身。
追翻個波啊！雞行呢球，哇！撞埋去就，球證話入波喎，哇！不過鏡頭太快啦，去得沙田堂真係反超前啊，成功咁樣反先3-2。雞行一個似乎係無心插柳嘅撞射啊，射成3-2。睇到對方諗住解圍啊，但係咧雞行快先一步，個波咧就笠過咗對面嘅龍門喎。哇！睇個角度又唔知佢入波，好似話因為個龍門網穿咗，直接彈鐵絲網彈出嚟，以為出界啊！但係球證睇到話係入波啊！呢球好，沙田堂就3-2反超前啦。阿傑呢個時候換阿區啊，咁就都係位換位嘅啫，打翻個左後衞嘅位置阿區。沙田堂嘅角球啊，卓榮去處理，見到沙田堂士氣非常之好啊！呢個時候3-2反先啊！咁咧，對方頭槌頂翻出界喎。好，跟住再一口氣作2個調動啊！卓榮呢就換阿湛，羅雞呢就換阿烏少嘅，咁就都俾有利嘅球員都落場去繼續比賽。咁下半場剩翻呢都有相當嘅時間啦，呢個時候，咁就睇下沙田堂會係穩守啊，到完場定係會繼續去希望爭取多啲入球。咁但係睇到堅樂堂喺呢個時候呢，就搏到個角球啊，應該都全軍壓上嚟啦。好，應該羅雞頂到啦。咁阿湛就解翻圍。堅樂堂嘅角球一抌埋嚟嘅時候，有冇人頂到？哇！爭啲呢，俾後上嗰個球員頂入啊！但係好彩阿超回身呢，將手將個波一拍走咗先啊！好，跟住見到堅樂堂又搏到個罰球啦。禁區頂位置係7號嘅球員射啊，應該一射埋去嘅時候，擋到沙田堂嘅球員，但係堅樂堂嘅球員喺右手邊攞翻嚟到撞牆落到底線，哇！擋到啊，解圍射中自己人喎，沙田堂唔緊要，阿區諗住解圍，不係對方攞翻個波，轉身再抽嘅時候，哇！超飛身一救啊！睇到堅樂堂呢都好想呢追翻。但係呢，就呢，好彩阿超表現呢非常之好呢球，對方轉身一抽嘅時候呢，哇！超飛身一擋啊，將個波撲出底線啊！咁啊，呢一段時間堅樂堂俾沙田堂好大壓力啊，因為佢哋上半場本來贏緊2球，但係反輸3球，咁就所以就所有球員壓晒上，呢球都係阿超啊，又係真係好犀利阿超，對方呢接應角球頂埋去，但係呢，佢就瞓身呢，就擋咗個波出界。仍然係堅樂堂嘅角球啊！呢一球好，一斬埋嚟嘅時候，頂咗遠處位，冇人接應到，對方嘅球員諗住起腳射，但係俾阿區爆咗，呢球推落底又話跌低咗，但係又冇吹罰。但係哇，原來沙田堂下半場都好多犯規啊！見到又係罰球啊，射埋去，呢球就爭好遠啦，唔中籠啦。好，睇到沙田堂都有反擊噶呢球，不過呢就烏少攞唔到啊，對方龍門出嚟接咗。好，2-9，哇！中場接到對面龍門個波，推過1個2個，第3個，哇！炒埋一碟，哇！2-9即刻就喺地下度起唔到身喎，睇到好痛苦喎呢一球。哇！但係球證就即刻出示紅牌啊，將個球員趕出場。咁啊，2-9佢都跟住就不能夠比賽啦。好，雞行嚟個罰球啊，呢球射中對面啊嘅球員就搏到個角球。係啊，2-9因為受傷呢，就唔能夠再繼續比賽，但係沙田堂亦都已經用盡晒所有換人嘅名額，咁呢，被逼就要打少一個啊，6人作賽呢個時候，咁剩翻呢下半場唔係好多嘅時間，咁就2-9佢應該係甩咗教嘅時候，頭先俾對方侵犯嘅時候，咁我見到啦，好6號球員，雞行踢跌咗佢啊！即刻俾黃牌啦！雞行累積咗2面黃牌啦，下一場要停賽咯喎！下一場就踢唔到啦。對方嘅罰球，大腳斬入禁區，志豪頂晒，跟住呢，阿湛再包隔區一個大腳解圍，好對面呢，再踢返出界啊！睇到沙田堂呢，
伊樂頭俾咗對方壓力，但係最後啊球證啊鳴笛完場啦，沙田堂有驚無險啊反勝3-2。好開心咧！我哋請到咧我哋沙田堂嘅隊長兼副領隊羅雞接受我哋訪問。係啦，咁咧就睇到咧我哋今場波咧沙田堂咧上半場輸緊2球，咁你半場嗰陣時都好勞氣㗎喎，嗰陣時究竟係你覺得沙田堂表現係點咧？係咪上半場？我踢唔到自己應有水準咯，即係我哋自亂陣都其實我哋個整體嗰啲都應該平均過人，咁但係結果就踢落好似畏首畏尾咁樣，就踢唔到自己應有嘅波，咁啊輸2球都覺得我自己覺得唔值，所以有啲勞氣少少。咁但係咧睇到咧沙田堂下半場咧好盡力咁去反撲，最後咧連入3球反勝嚇。咁但係咧喺比賽嘅末段咧就好不幸啊！阿梁九咧就俾人整到就甩臼。咁你當時心情點？即係你已經被換出喺場邊。因為其實嗰陣球係都單刀嘅，其實因為首先就我覺得因為梁九我同我識咗耐啦，咁就大家隊友就覺得好唔開心咯，即係我喺場外幫唔到，因為自己係我已經俾人換走咗啦，咁佢自己喺度喺場裏邊撐咧，嗰條波佢已經係以1敵3咁樣咧，跟住最後尾容易受傷，都覺得係好遺憾嘅。咁亦都對於對手嘅犯規就睇見啦，自己不義之財。係啦，可以睇片睇。咁同埋咧，你都搏咗球12碼喎，喺下半場，係咪真係俾人踢到㗎？真有。係點解我3位咗波，咁佢連人，即係我唔知佢踢咗個波啊，就總之成個打橫掃埋，咁我俾人從後踢咁啊，踢跌咗，咁球證都判嘅講埋。係啦係啦。咁就係咯，都多謝你先。咁我哋都祝福梁九，希望佢可以快啲。真係希望大家懇切期待，因為佢聽日要考試啊測驗咧，咁佢整親右手咧真係好難，所以真係好似禱告。好啦，咁睇完比賽嘅片段之後咧，最終咧沙田堂有驚無險啊，以3-2咧就險勝咗呢個堅樂堂啊，咁成功攞到3分嘅。好啊，咁啊呢場波都好驚險喎，馬哥嚇。係啊，都好感動啊，能夠反勝，都有利物浦嘅精神喺裏邊啊。冇錯，睇得非常之好。就係上半場先失2球啊，其實嗰陣時會唔會對沙田堂都好擔心，會輸咧？會啊，好擔心啊，係啊，但係我都相信係即係半場輸2球都可以追到嘅。係啊，係啊，證明咗呢個足球係圓嘅，嗱未吹雞咧都咩事都有可能發生。冇錯。係啦，咁就沙田堂咧贏埋呢一場之後咧，就喺呢個小組裏面咧就3戰全勝嘅，咁就9分穩坐榜首啦。咁其實喺錄影嘅時候咧，呢個時間咧其實沙田堂已經出咗線㗎啦。咁就嚟緊咧就會有呢一個32強嘅比賽啦。咁就係嚟緊星期日15號啊，晏晝5點喺呢一個嘅巴富街足球場啊，對呢一個良發紀念堂。係啦，咁咧就大家都要係時候準備好咧入場支持沙田堂，因為淘汰賽階段啦已經。冇錯。係啦，馬哥會唔會有啲咩想同球迷講啊？係啊，咁咧就大家球迷咧沙田堂球迷就快啲去支持啦，因為過去我都覺得係即係喺小組賽咧都係唔夠 fans 㗎，咁所以咧嗰啲特別係女 fans 咧係成日要出場啊，因為咧都要 warm up 下㗎嘛做 fans。咁我哋如果5月15號如果能夠過到嘅話咧，再下一場應該就係4方足球隊一隊係嘛？係啦，咁啊對方係好出名嘅，好有實力嘅球隊嚟嘅，咁所以咧即係 fans 都要 warm up 定啊，所以5月15號咧就要嚟㗎啦。咁除非好似我咁咧去咗烈風咁啊 training 冇辦法啦，落唔切山趕唔切嚟我都驚。咁但係如果我嚟到度咧，我一定會搭的士過嚟㗎，咁所以你一定要嚟啊咁樣。係啦，咁球迷記住星期日要嚟支持沙田堂。嗱順帶一提，咁喺片段裏面我哋見到梁九都受咗傷啦，係嘛？咁就但係咧喺嚟緊比賽嘅時候咧，梁九應該傷勢都差唔多好翻，可以出場。哇！可以出場。係啊。哇！好感動。繼續喺場上拼搏，咁大家都要記得嚟支持下梁九咯。冇錯，一定要支持梁九。冇錯。好，咁嚟緊星期日見大家。今日節目時間就係咁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拜拜。默契中，投入激情了。